洪荒的伤，一句誓言，苍天为证，快意恩仇的较量，是破除的坚强。我以为江湖有多远，天涯竟然在我眼前。我以为我是有3000，却载不出一个圆。一生闯荡，下不柔肠，就被装不下阴狠的风霜。一直荒唐，天各一方，是谁一生一场，爱恨两茫茫。我以为江湖有多远，天涯竟然在我眼前。我以为我是有3000，却载不出一个圆。如果再相见，你是否接受这沧海桑田的句点？出来，躲不了的！被我逮到了有你好看的，听见了没有？这位客官，找到你要找的人了吗？哼，一定是你们把人给藏起来了，再不把人交出来，我就把这儿给拆了！你敢？你在这捣乱，让我做不成生意，你还想拆我的楼？你信不信我拆了你的骨头？呀，你试试。哎，等，这好贵的，你放下来再说嘛，有话好好说嘛，别这样，放下来。壮士且慢。这位壮士，刚才在下亲眼目睹你力举石狮，在下佩服得五体投地。来，敬上美酒一杯，以表敬意。喝完了，你接茬弄。别说，还真有点渴。我就知道嘛。好酒。那是呀。哎呀，有点晕。这个酒，这个有药。来，配合一下，3、2，倒。哎，马尚飞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在酒里下了点蒙汗药。蒙汗药？对，就是我当厨子的时候腌鸡腌鸭用的。那他现在晕了，接下来怎么办？他看我怎么收拾他。哇，这宅子好大，一定住得很舒服。二位，这是9000岁的行馆，二位不必拘谨，卑职先行告退了。去吧。啊，是。哎呀，大白天的喝什么酒啊？红影哥哥，你好像很不开心。开心？什么是开心？什么是不开心啊？你是不是根本不想娶我？如果你真不愿意娶我，真觉得勉强，那你为什么要答应我叔叔要和我成亲？因为我无法拒绝，我不能拒绝，我甚至连拒绝的权利都没有。红影哥哥，你不要说了，我走了。你去哪儿？去我该去的地方。你想回客栈？叔叔的行馆又大又舒服，还有那么多人伺候着，你就想住客栈？我早已习惯了以天为幕，以地为席的漂泊。这大宅子里的高床软卧，我住不惯。火影哥哥，哦，呀，我的头好痛啊！哎，哟呵哟呵哟呵，
终于等到你醒了。哎呀，茶也喝透了，你也玩够了。呀，会蹦啊！呀，嘿嘿嘿，不要过来！你再过来，我喊非礼了。乱说！知道非礼什么意思吗？非礼的意思就是马上飞有礼了。嘿嘿，呀，你还蹦上瘾了？坐好喽。太过瘾了，打一个不会武功的又不会还手的人。哎，吃过大甜枣吗？赏你一个，赏你一个，听声啊！你到底想干嘛？我想干嘛啊？告诉你，把你扒光衣服扔到大街上去示众。扒我衣服？不要！这两个字通常是女人说的，男人一定要说要嘛呀，2层啊，我还要。有这时候，粉色的，带花边的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，劲儿挺大呀！绳子这么不结实？是个女的。我要你负责。我负什么责呀？我也没碰你。别跑，听见没有？看你往哪儿跑！我说过，你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。我真的不知道你是女的，我又没干什么。对不起啊。对不起。揉捏我、糟蹋我、玷污我，一句对不起就算了吗？没门儿！可是我并没有对你做什么呀。还没对我做什么？你看看你现在对我做什么呢？啊！哎呀！你做什么？衣服都被你撕成这个样子了，还没做什么？你想怎么样啊？怎么样？小女子又称庭训，温良恭俭让，集传统妇女美德于一身。自打出娘胎起，受身如玉，冰清玉洁，连手指头尖儿都没让人碰过。太淑女了。可如今我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，都是因为你。生米被你煮成了熟饭，虽说我心里120个不愿意，可我已经是你的人了。从今天起，你要给我一个名分。我怎么给呀？娶我。可恨潘汝贞这个狗贼，居然拿了顾大人和左大人的人头，去祭了魏忠贤的生祠。此仇不报，我誓不为人。我当天立誓，不杀此人，永不为人。将军果然豪气干云，贫道汉天愿生死相随。本将现在才明白，顾大人早就拟定好了要将魏忠贤奸贼连根除掉的良策。可惜时不与我，还连累了顾大人引来了灭门之祸。顾大人忠肝义胆，他的血不会白流。当务之急就是要赶紧找到顾大人的官印。藏有名册的铁盒已经落在魏忠贤的手里，一旦拿到官印，后果不堪设想，朝中忠良必定惨遭一场浩劫。顾大人的孙子还活在世上。什么？顾大人还有遗孤活在世上？我和师太离开无锡当日，
看到有官府的爪牙，手里拿着顾大人遗孤的画像，正在找人。顾大人一生忠贞为国，我们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替他保住香火和血脉。我们也是这个意思。副将石破天听令。末将在。本将命你立即调齐12铁骑，速速赶往江南，迅速寻找顾大学士生前官印和忠臣遗孤。一旦找到，即刻返往辽东。尤其是那孩子，本将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去不去？你敢？虽然是个龟奴，但我也是一个有尊严的龟奴，我宁死不屈。好。我倒是要看看，到底是你的骨头硬，还是我的拳头硬。哎，慢着，姑娘，勉强的爱情是不会幸福的。哼，我就是想要个结果，不然门口的石狮子休想让我崩开。你这人太不讲道理了！你不是存心让我做不成生意吗？那你不让我做生意，我怎么办啊？我吃什么喝什么？你养我啊？你信不信我把这给拆了？住手！哎呀！住手！你敢欺负女人，朝我来！我是个男人。打呀！看你后面。我就是说说而已啊。我最后问你一遍，你点头还是摇头？看清楚！有点晕。这回让你更晕！更晕了。那我让你不晕。受累了啊。好多了。好啦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哎呦！还挺顽强啊！这还是他呀！菲菲，你知道吗？看你为了大家，自己却被打成这样，我有多心疼啊！冬青姑娘，你千万别这么说。只要你好，就是把我切成段，剁成丝儿，磨成沫，我都愿意。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你的心意啊，其实我早就明白了。真的吗？哎呀，哎呀，我怎么忽然喘不过气来了？别担心，你接不上，我来替你接。啊，怎么接呀？把眼睛闭上。哟，被人给打晕了都还能做梦啊！瞧那嘴巴撅的，都能吊起3斤猪肉来。花姨，怎么是你呀？行啦，来说来听听，你刚才都梦见什么了？怎么看起来这么骚情啊？是什么地方啊？这是醉月楼里最美丽、最神秘、最迷人的境地。你是第一个进来这里，而且躺在这张床上的男人，是我的香闺。香闺，
跟乌龟没什么关系吧？那跟我这个龟奴就更没什么关系了。说你笨，还真不是一般的笨。香龟啊，就是我的房间。啊？你的房间？那既然是华姨的房间，我可承受不起。不急，坐会儿聊聊。你看，我亲手给你做了人参鸡汤，我喂你喝。来，华姨，我可承受不起。你承受得起？昨天你为了拯救醉月楼的上上下下，宁可让自己被那婆娘打死。你这种牺牲小我、完成大我的精神，不是一般的贩夫走卒、市井小民所能拥有的。你啊，真是个男子汉，真英雄。不，我不是什么英雄，我就是个龟奴。就算你是个龟奴，那你也是一个最有魅力、最不一般、最具有传奇色彩的龟奴。什么意思啊？还是龟奴？还是龟奴啊？那我就应该做好龟奴该做的事儿。我这去砍柴、做饭，给姑娘们洗脚去。不用，以后伺候姑娘们的那些活儿让他们去干就行啊。那我做什么？你呀，就好好伺候我，帮我捏捏脚捶捶背之类的，便宜你了。华姨，华姨，我学炒菜的时候，我师傅就告诫过我，炒好自己锅里的菜，别人锅里的肉不是你的。我干什么？我们干什么？你现在终于知道有多少龟奴迷崇拜你了吧？让一下，马上翻。恭喜你，现在你是全城10大人气最旺龟奴排行榜的状元了，你是所有龟奴的榜样。偶像，来，哎呀，你看你把我心给激动的，捧出来跟火燎鸭心似的。不要如此的迷恋我，我不只是个传说。听见没有？你们把它藏哪儿了？听见没有？快把它交出来，不然我就把这给拆了！听见没有？人呢？藏哪儿了？住手！住手！请问我们醉月楼哪里得罪你了？你们藏了我相公就得罪我了。把花给我！给我！拿过来！等我住手！拿过来！来的正好，快说，把我相公藏哪儿了？哟，说的好听，你相公？哎，你们是拜过堂了，还是洞过房了？昨晚他还睡过我的屋里，睡过我的香软大床的呢。我还没说我才是他娘子呢。你说什么？你把我相公怎么了？我把他怎么了？哎，关你什么事啊？哼！你横刀夺爱，要是不报这夺父之恨，我就夺父！哎，他是你爹啊！夺父！别！我的姑奶奶，女儿姑奶奶，咱曾家的是书香门第，要以德服人呐，对不对？你说你姑娘家动手动脚的，让人笑话。笑话什么呀？我那个负心的男人，刚把我视迷煮成了熟饭，就跟这个老女人好上了。我以后老女人见人呢？不是，你说我是老女人，信不信我把你的嘴撕烂？我撕我的嘴，撕我的嘴！你是漂亮女人，好不好？我说这位姑娘，你已经从昨天闹到今天了，我们醉月楼姑且不跟你计较，还望你自重。有什么好自重的？现在全城的人都知道我是有相公的人了。他要是对我始乱终弃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不如死了算了。哎呦，女儿啊，你这是干什么嘛？哎呦，一个女人，这种事儿总会有头一回嘛。既然她这个
该发生的已经不可避免的都发生了，那咱就认了嘛，不是还没过门吗？啊，低调一点啊，宝贝儿，低调啊！哭啦不哭啦，我求你了啊，宝贝儿！哎，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哎，你别哭别哭啊！哎，我有一个好办法，你反正啊也不是清白之身了啊，也不想见别人了，是不是啊？干脆就在醉月楼陪酒，哎，就凭你这漂亮劲儿，哎，没准儿出不了1年2年，能混出个头牌。哎，大小姐，哎，你想想啊，万一你要混出名了，到时候那可就是光宗耀祖了。就是啊，哎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我去你的！让我女儿来这儿陪酒，还光宗耀祖？哎，你们怎么不光宗耀祖啊？让你们家谁来啊？啊，我天天来捧她的场，我天天帮你们光宗耀祖。哎，我觉得他们两个说的有道理。是啊。哎，如果你愿意来我这陪酒的话，那我可是热烈欢迎啊！我以后啊一定会特别照顾你的。哈，冬晴啊，以后你们两个就是姐妹了啊！你们高嘴里吐不出象牙。等等我！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大小姐！哎，小少爷，这个疯女人非要嫁给我，谁叫你扒光人家衣服的？活该！怎么办？快想办法呀！我怎么想办法呀？我还小呢。这不就是师傅要我找的那2个人吗？只是瞎猫碰上死耗子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，得赶紧告诉师傅去。义父对我视如己出，待若亲子，我怎忍心拒绝他老人家的美意呢？可是我对方宗只有兄妹情谊，并无男女感情，就是勉强成亲，结局一定会是辜负了方宗对我的一片深情，这对方宗太不公平了。可是我又怎能拒绝义父呢？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您可爱的徒儿有急事向您禀报。不许叫我师傅，有话快说。快说快说，你要找的人呐有着落了。马上飞，看那个人像只鸟一样会飞耶！可让我找着你们了，英雄！狗贼，又是你！你怎么阴魂不散呢？今天你们插翅也难飞了。哎，你别过来啊！你要干什么你？马上飞，你紧张干嘛？我来等。英雄哥哥是你的归农民，他来找你签名。跟我走！哎，放手！你快！哎呀！放手！放开他！是你，冬晴。哎呀，小少爷，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哎呀，冬晴姐姐和英雄哥哥怎么都不动了？我说你也关心我，我这脚摔得差点把腰摔断了。这狗贼，这脚我早晚得还上。红影哥哥，真的是你？为什么是你？还记得我？我真希望可以忘记。跟我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这镯子，你一直戴着。火影哥哥，我爹告诉我，你师父和我爹给我们俩定了亲，你快告诉我，定亲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我也不懂。对了，我送给你的镯子你喜欢吗？喜欢。你戴上我送给你的镯子，你就是我的妻子了。没错，镯子我一直都戴着。可是，你还是以前那个红影哥哥吗？我当然是。你不是。
以前的红影哥哥常常告诉我，他要做个忠孝两全、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可是现在，你全变了。我没有变。你没变。难道你不是江湖传闻的神机营第1号杀手？是。你不是官拜千户的叶大人？我是。你不是残杀忠良、认贼作父的刽子手？我当然不是。你不是。魏忠贤丧尽天良，残害忠良无数，无恶不作，你居然认他做义父？不许你侮辱我义父！义父一心为国，忠于朝廷，为我大明鞠躬尽瘁。你一再出言不逊，侮辱我义父。我出言不逊？如果魏忠贤也算是一国良臣的话，那么那些被你杀死的忠良义士又算什么？我对朝廷尽忠，死在我剑下的，都是一些乱臣贼子。你真无耻，叶红叶，我总算是看清楚你了。我扪心自问，对得起天地，我何错之有？那就让我的剑告诉你吧。你杀不了我，这么做是为什么？为那些惨死的忠良义士报仇，也为了我爹讨个说法。杨伯伯，我爹他一生为官清廉，到头来却被魏忠贤扣上反贼的名号，押进大牢，至今生死不明。而你认贼作父，听他摆布。我杀了你，不但为我爹报仇，也为天下百姓除害。一定是他犯了什么滔天大错，才会成为阶下囚。我爹他有什么错？去年沧州大旱，朝廷派来官营赈灾，却被地方贪官克扣。我爹他为民请命，向朝廷弹劾那些奸官，没想到结果却遭魏忠贤的陷害，满门抄斩。我爹他错了吗？他有什么错？倒是你，你忠奸不分，助纣为虐，错的人是你。与朝廷作对才是大错特错。你真是死不悔改。为了保护忠良之后，我杨冬青就算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。你就为了那个胖子和那孩子？没错。我知道你今天来醉月楼就是为了抓走他们，但是我也告诉你，只要有我杨冬青在的一天，你就休想拿他们做你升官发财的垫脚石。我也不希望有那么一天。那就看你有没有良知。好，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我答应你，从此不再踏入醉月楼半步。只要他们不出醉月楼，我不会为难他们。一旦他们出了醉月楼，休怪我无情。你再也不是以前那个红影哥哥。冬青，你实话告诉我，你和那个叶红影到底什么关系？我说了没有？我吃过的盐，比你吃的米还多。我走过的桥，也比你走的路还要长。你骗不了我的。你们就算没有什么关系，也一定认识。花姨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。实话实说。好吧，我坦白的告诉你，他是我魏成清的夫婿，我们早有过婚约。什么？你……哎呀，冬晴，你怎么这么糊涂呢？长得俊的男人谁不喜欢啊？可你也得看他是谁呀。那个叶红影，他就是长得再俊，他还是魏忠贤的走狗。他跟咱们中间不能两立，你怎么可以跟他私定终身呢？花姨，并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。我和他的亲事是在小的时候由我爹和他师父定下来的，所以我和他的感情并没有像……没有就好，你最好从心里把他给放下。这事你别管了，我来想办法，一定要杀了叶红影的狗贼。等等，花姨，
你不能去。为什么？你舍不得？你对他还余情未了？不是的。那你为什么不让我去呢？你别忘了，他可是魏忠贤的人呢。现在他盯上了咱们醉月楼，不杀了他，咱都得完蛋。你要是不忍心杀他的话，那我担心的不是他，而是你。我曾经和叶魂影交过手，就凭你我二人的武功，就算是联手，也未必是他的对手。所以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去冒这个险。那怎么办？那万一官府的人知道我们的真实身份，那……这点你放心，我相信叶魂影的为人。虽说他认贼作父，但至少他言出必行，他说过的话一定会算数。他曾经亲口答应过我，绝不踏进醉月楼半步。所以我现在最担心的还是人怨。谁说不是呢？我也在担心这个。这个马上飞什么都不懂，他怎么保护人怨呢？以东晴的个性，绝不可能委身青楼。他的父亲杨涟又是东林乱党，难道东晴、醉月楼和东林叛党之间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马上飞，马上飞，起来，我找你有事儿。让我再睡会儿，我困死了。你起不起？怀疑，我求你了，这2天我起得比鸡早，吃的比鸡少，睡得比鸡还晚，我还不如这3只鸡呢。我再睡会儿。哎，我让你起来，你起不起？不起。你不起？不起。睡会儿。好，你不起，不起，不起，你睡里面去，我跟你一起睡。哎呀，你不睡了？醒了。这还不行，才怪呢。那跟我走。干嘛去？我有事儿，走。走啊！哎，举高点，偷什么懒？好好跪着。行了吧，宝贝闺女，你爹我都顶了好几个时辰了，这脑瓜顶都快压平了。爹知错了。你知道错，你这叫勇于认错，死不悔改。好好给我跪着反省反省。哎，差不多就行了。毕竟你是我生我养的，动不动就叫人家罚跪，我都快成你儿子了。你这叫大逆不道。我是听娘教训你的。我没见过你这样当闺女的。哼，我还没见过你这样当爹的呢。女儿被欺负了，你都没替我出头。还有你那2个手下张牙舞爪，居然还敢叫我去醉月楼里面陪酒，哼，岂有此理！上梁不正下梁歪。姑奶奶闺女，这你爹就得说句公道话了。人家我那2手下那也是凭本事凭劳力挣钱啊，人家不容易啊，你得尊重人家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我不管，你赶紧把我相公抓回来，我可不愿意让他在醉月楼里面继续抛头露脸给人家当龟奴。哈，呼，哈，呼，哈，呜，哈，呜，哈，花姨，他这是在练跳舞吗？他在跳6呢。我跟你说，我在教他功夫，以后啊好保护你。哦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，师傅？我这道虎形拳还可以吧？你那是虎形拳吗？我看就是一个猪形爪嘛。哎呀，真是浪费了我对你的厚爱。没事，我再努一把，再来一把更虎的，记着点。行了，得了。我都看出来了。哎，教你这种虎虎生威的硬功夫啊是不行的。那怎么练？我告诉你啊，
我这人啊，好人做到底，送佛送上西。我就再教你另外一套功夫。花姨，你还是别教他了，他这是朽木不可雕也，粪土之强不可腐也，教里是白教，没用。师娘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练，让学人看一看烂泥是怎么扶上墙的。哎，还练什么新招？看好了，这个是什么呀？手指头吗？看清楚，1个半手指头。不是，这个叫玉女拈花手。玉女莲花手。哟，做什么呀你？难看死了，跟脱麻花似的。哼，不好好练我崩你！哎呦，看不下去了，看不下去了！哎呦，难看死了，我走了。哎，小少爷，这孩子太不懂事儿，我为他练，他还走。练啊！师傅，换个别的吧，这太女气了。这要跟人打起来，我还这样，这多难为情啊！啊！你别不知好歹，我好心教你功夫，你还拿架子啊？不是，这太女气了。这要跟人打起来，这样一点，多难为情啊！那你把虎心拳练成了猪形爪，你就不难为情了。我不太适合练这种威猛的拳，我适合那种邪招，就是那种什么撒石灰呀、扔飞镖啊、脚底使暗绊那个你练不会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玉女拈花手呢，可是我独门的点穴功夫。你拳头打不过人家，最起码可以点人家的穴，给自己一个逃跑的机会吧。打不动，这么胖还跑不动，你什么都不懂，你还怎么保护你们家少爷啊？我练，练，玉女莲花手，玉女莲，来，把这个签了。这字儿我怎么看着这么别扭啊？嘿嘿嘿，哎呀，那咋啦？宝贝闺女，你不知道你这个人见人爱、风流潇洒的爹不识字儿啊？我怎么签呢？那按个手印就行了，反正不许起来。那你得告诉我，这上面写的什么？他的意思是，不准你再去窑馆记债。那怎么行？男人不去窑馆记债，还叫男人吗？师傅，师傅，你来的正好啊！你快救救徒儿啊！他欺负我。你谁呀？我执行家法的时候打什么岔？快说，来黑风潭干嘛？我找他，让他替朝廷执行一项任务。任务？我爹他又不是当官的，你找他替朝廷执行什么任务啊？哎，师傅让当家的到醉月楼盯住几个人。对，醉月楼。哎呀，没问题，那地儿我熟。师傅，您让徒儿我去醉月楼执行任务，那真是明智之举。师傅，您尽管放心的交给我吧。啊，不管是执行什么样的任务，徒儿一定给您办的是妥妥当当的。拿着。哎呀，师傅，你看，您对徒儿的恩情，那真是如滔滔江水，延绵不绝呀。哎呀，好，我这就替师傅去执行任务去。站住！我刚刚跟你说让你不许去醉月楼，你就给忘了。哎呦，宝贝闺女啊，你懂点事儿吧？爹上醉月楼，说句实话，爹心里也是千百个不愿意啊。可是为了朝廷办事啊，你也应该理解呀。忧国忧民呐！哎呦，就你这滚刀肉，还忧国忧民呢？啰嗦够了吗？你也该听听我让你去办什么事了吧？什么事儿？青菜啊！哎，这不是哎，大哥接过呀！那边走。行，是。
叶红影，走。我叶红影，生平从未求过人，今天我真心实意的想求你。叶红影，你造孽太多，求佛祖菩萨也不会保佑你的。说的没错，菩萨是不会保佑像你这样恶贯满盈的刽子手的。师太，那就帮他下地狱吧！大胆犯贼！呵呵，冤家路窄，居然让我们在这儿遇上你。今天我绝不会放过你。叶红影，你屠杀忠良无数，今天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。一起上吧，免得我费事。狗贼，受死吧！呀！还不快走！是他。黄花随风，尘缘未落地。铜镜离墨，胭脂红，等远方一路烟雨迷蒙。月落无声，照一世浮萍。千回百转到了曲中，还不见你的踪影。我的爱藏在岁月的屏，不忍拆封。只愿它还会让我们紧紧相拥。散落的爱藏在岁月的屏，不忍拆封。只怕它装不下我们来世今生。也许我的心只有你才会懂。转到了曲中，还不见你的踪影。散落的爱藏在岁月的屏，不忍拆封。只愿它还会让我们紧紧相拥。散落的爱藏在岁月的屏，不忍拆封。只怕它装不下我们来世今生。